台南关电菱角鸟生态园区成立24年啊，这菱角鸟复育是有成果。所以，风城公生态园区到今拢无见照，园区办公室甲凉亭啊拢真旧。农业局表示讲，因目前已经有摕到一部分的建照，也有摕到林务局的经费补助，会开始做征收。菱角鸟伫田内找食米，平常时要看到这种景象，真无简单。24当前，因为起高铁关系，惊影响菱角鸟生态，因此市府向大塘租地成立菱角鸟生态教育园区，后续由台南市野鸟协会领用管理。实际来到园区详细看解说中心办公室的建筑拢真旧。根据了解，园区逐档经费拢无够通用，甚至嘛风声者到单也未有见照。在111年的时候获得林务局的补助。那我们也着手在进行相关的建造的取得，然后后续当然有一些要进行补照的事宜，然后甚至使用实照的一个取得。农业局回应，目前已经摕到一部分的建照啊，林务局的分配拨经费有切付，因规划升起新的园区办公室，落尾后续修正建筑，互园区通继续复育菱角鸟。另外，影响鸟仔生态关键，也有菱角田的面积。近来人口老化，佮加上天气变迁欠水，关电区公所指出，今年面积降到剩228公顷，产量嘛对咧减少，创下今年来上低纪录。台湾人老啊，退休啊，年轻人、少年人无爱做这道啊，爱规啊白啊规工啊，有的少年人无爱规啊。今年的面积可能减780家的款，因为今年无放水嘛，足侪无知。即摆是菱角大出的季节，不过极端气候影响，农民的生活参生活拢受到威胁。公所参农会积极办产业文化活动，嘛替农民找通路。记者新闻台南采访报道。